桃园中立的中华路，一礼拜来就发生2件车祸死亡，拢是大型车去撞到机慢车。桃园市警察局统计，11月拢总发生17件车祸死亡，大型车就占35%，主要拢是因为有死角甲来电差，所以呼吁大型车驾驶要加注意，民众嘛要保持安全距离。伫这个月初日，桃园中立区中华路有一位女子骑脚踏车经过路口要倒换，和后壁一台拄顶动的大货车撞入去车底，不幸死亡。无到一礼拜，初时伫同一个路段附近，又搁发生连结车驾驶车拄顶动。击撞到共向一台普通的重型机车，造成奥多麦载伫后边的乘客不幸死亡。真侪人这么看到大台车，拢真惊。有点心惊胆跳这样子，避免并排，把并排进行那个并排前进，或者是转弯的时候，会远离一下。闪远一点啊。会担心吗？你远一点就好了。根据桃园市政府警察局统计。11月总共发生17件民众发生交通事故，24点钟久来死亡的案件，其中牵涉到大型车有6件，差不多占35%。主要原因拢是甲大台车开的时阵有死角，也有内轮差有关系。车体较大，四周易产生视线死角，与其并行，容易因气流而遭卷入。另外，转弯时亦会产生内轮差现象。等机慢车骑士发现时，已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盲区。交通大队讲，透过速度甲违规样态管理来防止这种意外。今年到即马就已经举发大型车违规超过2万件。除了呼吁大型车的驾驶伫经过路口时阵速度较慢咧，车拄被顶动，抑个驶弯的时阵，一定要确实回头去看，再一遍确认，提醒民众。不管是开车、骑奥多麦、骑脚踏车，抑个行路，若看到大台车，莫伤我，上好离较远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